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嚟》，我係 Rita 林玉天。第1962年台兩段時間有一群從客家莊來到台北打拼嘅後生人，佢哋是留地，你喺呢個上南呢個地方來建立自家嘅生活企業，還有事業嘅版圖哦。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2021年有隻計劃。是來掙錢來做新南嘅客家，你來看新南呢個地方，你客家人嘅生活，แล้ว貴州都市之間嘅連結，用百人影響到幾多？在今日的節目當中，我老大家分享喺2021年掙錢入選嘅一隻策展是按照改係種習慣。今日透過節目，透過呢一隻展覽來認識你新南台北嘅客家。你邀請大家先來看一段影片。上家安家錯那。这过程中有很多的未知等着去发现，意想不到的人际的互动，或是你对你自己做的食物更有连结，去了解客语作为母语在不同世代间的状态。一般我们对于某些族群都会有一些特定的刻板印象，它其实是过度的扁平化这个形象，然后也有点粗浅。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实地的一些访谈啊，或者讨论面对面，透过每一个故事后面去多发掘出很多具有人的味道的一些故事。那也透过认识这个族群，我们其实是可以发掘到台湾的不同多元文化的一个面貌。让我们一起来看展喽！邀請大家共下來看展覽咯。今日大家看到呢影片，該係種習慣，地度有看到有四位藝術家來參與。你今日東方戲節目現場是邀請到學習藝術家來策展人，實際上來分享，你嘅學習藝術家你係楊智雅的節目現場分享。智雅先生好，大家好，我係楊智雅，東方戲來了。哇，分享先生佢嘅客家話咪係最近同佢飲咗來行去考試叫佢呢種用詞嘛啲節目誒現場咧，你講線上你咪連線到你行人才發覺把你嘅策展人分辨佢啲線上你來攞佢連線了。Hello， Bianchi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次线上展的策展人，那是种习惯的策展人洪秉琦。哇，歡迎Bianchi，哇，啲人才發掘巴黎啊喺度好奇家你看到那是種習慣，該係種習慣呢一招展覽，去年嘅10月10月到11月，你們有做實體嘅展覽。不過呢，線上嘅展覽係一次維持到跟大家看得到哦。你係請Bianchi同大家來稍介介紹一下這個展覽。好。因為這個是一個線上展，然後它是在講述的日常生活中啊，其實我們常常都會有各自自己的一個習慣，然後這個習慣有時候其實是很自然發生的，我們其實可能都不自覺。然後我就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然後其實我就在想說，如果其實我們多把注意力放回到我們自己身上，多觀察自己一下，那很有可能我們就會發現到，我們其實這些習慣都是來自於我們從小的一個成長背景啊，或者我們自己到了學校、出了社會，慢慢的養成起來。那有時候這些習慣它可能會持續下去，那有時候它可能會改變，因為生活的環境的因素啊，或者我們碰到不同的人的因素而有所改變。但是我覺得如果仔細觀察後，其實或許我們可以查出，就是發掘出自己的這些成長脈絡，還有甚至到說跟自己的朋友族群之間的一個脈絡，甚至到一個擴大的一個想象。所以這次的展覽就是從這樣子的想法出發的。
哦，原来安样的呢。Rita 这个系都很好奇啦，因为刚刚智雅老师系客家人，不过唔系所有嘅艺术家哈是系客人哈。为了走了湘南客家了的主题哦，当时你们怎么会去参加这个计划呢？因为看到城南这个主题的时候有兴趣，是因为我住在城南也10几年了，这个地缘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然后想要多推广一些客家的文化，于是把这个证件分享给秉琦，然后请他来做这个策划。哦，我说秉琦，该东西呢？谈到你景亚先生绕墙的时间，你就开始做一个发想，所以你都要包含讲绕墙嘞，总共有4位艺术家大家一起参与嘛。当时是怎么样的缘分，把这个4位艺术家都一次到位，然后开始做这个展览？其实主要是3位艺术家加我就4位，我们就是一个策展团队的一个概念。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是跟客家文化还蛮有缘的，就是因为我过去有接待很多国外艺术家，他们就想要认识台湾，那我就会跟他们说，台湾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的族群，然后很多的文化，然后包括客家文化也是一样。然后后来呢，因为就认识了智雅，那知道智雅他自己做的创作都是比较属于互动式的、参与式的，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沟通，然后可以更了解在地的，就是不同人的生活习惯啊，或者他们的生活背景。所以就像刚刚智雅说的，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单纯的关系，想要一起做一些计划，然后后来又看到了这个证件，然后觉得说，那我们来试试看。那因为刚刚提到我们这次的展览是定在就是观察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的里面，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找一些不同领域的不同就是的艺术家一起来加入，所以也邀请了另外一位是声音艺术家许燕萍，从声音的部分，从语言的部分出发，然后以及到另外一位艺术家叫钟梦叶。那梦叶的话呢，他因为长期关注在大家的身体肢体的一些运动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习惯其实有时候就是来自于肢体的动作的部分，所以然后再加上智雅是从饮食的部分出发，所以以这样子3个方向，然后一起来串联起来。嘿呢，从你的生活当中，从生活的习惯，其实有很多的脉络可以抽丝剥茧哦。所以你看到有3位艺术家，你也是艺术家，因为策展这就是一门艺术。而老大家翕相哈，万是一张展览哈，那时候动贴片，因为我们平常看展览，你好去现场，我们可以看得到。好，走在面来到，甚至我们可能闻得到，可以做一些互动的体验。不过了白了，走线上的展览哈，去年也10年、11年搞太累，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持续可以在线上看到这样的展览。其实这样是很不同的体验呢。当初秉琦在策展的时候，为什么会特别想要用这个线上的这一块？好啊，其实这个好像也是依照情势所逼这样子，因为疫情嘛，疫情的关系。其实，在去年在规划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线下展，就是实体展览会在剥皮寮展出。可是刚好5月初的时候，就是整个疫情升温嘛，那时候主办方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其实马上很立马的就跟我们说，我们就是5月底确定，万一状况不好的话，我们直接转线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很感谢基金会，那时候其实是很果断的，就是说我们等到某一个时刻真的不行，我们赶快要产出 Plan B， 所以那时候就要跟所有艺术家说，抱歉，你们过去很习惯的实体展览，我们现在要改成另外一个形式了，我们透过线上展的方式去跟大家呈现。那其实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其实那时候已经有蛮多线上展的形式，那最后我选择一种是比较互动式、阅览式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个线上观众做一些互动，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好的呈现。那用好的地方呢，就是说线上展可以 reach 到更多更广大的观众，因为我们这次也有英文版的，也有中文版的，然后大家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它还是可以透过这个网站持续看下去，看未来 follow 这个部分。那当然也有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毕竟实体展览有实体展览的好处，那你可以进到这个空间，
感受到这个空间，看到这些作品。那作品的形式其实艺术家们都做了很多的转换，因为要符合线上的状态。然后以及其实我们当初在做这个采集计划的时候，也碰到了很多问题啊，因为基金会那边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调查报告，我们其实有从里面找到很多适合的受访对象，但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东西就没办法实体碰面，所以我们都改成线上。那线上其实一开始大家受访者也不太习惯，所以很多的因素，最后我们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然后完成了这次的计划。这样子。哇，冇简单，冇简单。其实咧，智雅老师，你每你第一摆用线上来做展览的吗？这是我第一次线上做展览，跟现场不一样的是，因为我做的创作跟食物跟人际连结有关。那假设在现场的话，我可以直接放一个电锅蒸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香味，看到蒸汽。个皮的到，可能咩名的到，有机会咩色的到。嘿啊！可是因为疫情比较可惜，改为线上以后，那我就补充了比较多像是声音或者是影像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感觉得到跟城南妈妈们他们用她在厨房里面一起来做饭的安尼个用的哈。嘿啊，我刚唐边琪在分享的时间哈，边琪在分享的时候，也在策展哈，我进来变化其实没冇简单哈，我相信也哈边琪先生呢。喺法國、喺巴黎，學家講要做安多嘅研究，我希望未來呢客家文化同進入日本哦，繼續來關注，繼續來做我們客家文化。今日非常歡喜有請到人才法國巴黎嘅邊琪先生，感謝你哦，安之生，好，我想剛才景雅先生佢自己咪有談到，呢展覽動線詞嗬，大家節目當中繼續來幫大家體驗，該係種習慣地度嘅講乜嘅媒體呢？請大家聊一下，繼續轉到福氣來咧。所有朋友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瑞塔玉天，透過今半日嘅節目，我係一種習慣，行入台北上南嘅客家生活當中，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了學習嘅藝術家，你係景雅先生。喺節目當中，呢一堂節目叫做正經來做伴了。謝謝啦，景雅先生，先生你好。你好啊，我係人講時間強啊，哈，你係花蓮人錯嘛？花蓮吉安人。嘅愛人哈，你為到愛來推廣一客家哈，你自己本身住在城南也是很久的時間，對，最近再次同客家話來引進來係嗎？係啊，試着講客話，唔過講客話講冇好，嗌學堂冇好講啊，冇買機會講到啦。係啊，唔過透過安尼嘅計劃，透過安尼嘅展覽，其實這種動用性嘅，應該講嗬，生活。地度嘅習慣，就係從平常時出來累積哈。我想加入節目哈，今日好好同大家小記一下，你要不要展覽有青島嘅作品，大家現場就看得到。一再同大家嚟小記哈，要不然你展覽有教材，沒有客家嘅書寫詩安尼。嘿哦，一開始是因為先講主題，為什麼做伴呢？我阿婆青蒿做伴呢。哇，青蒿戲伴。那我一直很想跟他學這件事，學客家做伴的手藝，因為現在人很少在做這件事，所以我先跟他做了捏伴。那我做了捏伴以後，當成我跟客家媽媽、城南地區的客家媽媽們的聊天的開啟話頭的契機，所以我會問他們說：“我阿婆教我做捏伴。”那伴呢還有很多種啊，就是有溫水啊，還有很多伴啊，反瓜伴，所以他們就是會跟我聊天，把他們會做的伴教我做，那我就是跟他們用下來做伴。哇，很讚哦！嗰一條花啦，有一個唔寫嘅詩，就係因為安呢，唔同佢算係記錄下來係嘛？因為我想要推廣給更多人知道，所以會有
画作的部分，然后也有一些用书法写下来的记录，包含我跟他们的对话。因为画作它会是食谱，然后有步骤，那写的部分是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会谈到他们为什么迁居来台北的一些生活的背景，然后让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背景知识，了解我们客家人来台北的发展。哇，你看安内就有发面，哎呀，看懂呀发，这个就是教材画。对，做瓣诶，捏瓣，然后像是艾草，刚刚看到的是蕎麦，呀嘿，杏鲍菇。杏鲍菇是城南的客家妈妈们，她有一位跟我说，瓣呢里面我们习惯放肉，那假设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吃素的朋友怎么办？我们可以改用杏鲍菇取代肉。这样有口感，对，也有口感，每一天空，又一营养啊。古时候懂得看哈比耶，哈比啊，就听说哦有没这么天熊这么熊没？还要先爆香，对。也就全部统一记录下了啊！也一定爱嘅鳳葱頭，其實客家嘅美食吼，迄個你做咩東西冇加一條鳳葱頭啊，一加條香菇啊，就冇搶誒，食起來就小一味嘅感覺，就聽說有加。在客家味来说，我们的红葱头虾米啊、香菇啊，这些都算是很重要的味道来源。所以你现场没看到因为安豆的作品哈，你的朋友你好画图吗？我 Rita 对于这个画画，因为我以前可能就是画水彩，或是我是画亚克力颜料，我对于胶彩非常的好奇，几多的很用嘅颜料啊、颜素啊，来做胶彩。胶彩它其实是像水彩，就是用水去调和颜料；油画就是用油去调和颜料。胶彩顾名思义就是用胶去调和一些矿物的粉末啊、土质的粉末、金属的粉末，然后来作画。用胶是胶水的那个胶吗？是胶水，可是它是动物胶，比如说是鹿胶。那现在有一些像是三千本胶之类的。故事看到呀，发底度它会有那个颗粒，其实我觉得很有手感啊。应该按来讲，它就是这些矿物本身的材质，系吗？对，因为矿物它有不同的颗粒的大小，所以我们用胶把它粘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画面上它有不同的堆叠。它是堆叠式的绘画，所以你会看到有颗粒，然后有不同的层次，然后上面的颜色可能会有下面的颗粒的颜色透出来，这就是胶彩画的特色。你可能轻讲呢，那有人就会说，其实油画它也是堆叠的啊，但是油画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平顺的感觉？它还是会有凹凸，但是胶彩给贴片就会一粒一粒的感觉很明显。它会有一种流沙状，然后比较有颗粒沉积的质感。这个质感在油画来说，它比较没有那么颗粒感觉。那你自己为什么特别想要选这样的素材媒材来创作？我从以前就是学东方媒材，那东方媒材有墨，然后有颜料，胶彩算是在东方媒材里面颜色比较丰富的。我非常喜欢有颜色。然后我觉得胶彩它在画制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手感，比如说你加胶进去，你也是要让它用手把它粘合在一起。这个步骤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做拌做米食，你需要用手加水去把它揉合在一起，这都有一些呼应。我有发觉呢，我发觉真系先生佢动好用手来做东西，无论係畫圖、煮菜，也韓國去寫詩。家己講到呢，佢親口吼同呀媽媽佢哋嘅對話，因為寫下來，然後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記錄，就是一個食譜，係嘛？你看做飯呢，去做乜嘅？韓國有對親客家人講，愛同一地嘅款吼，安尼切張來切。將來切姜下，大家怎麼釀的姜下？哇，我之後按你講起來，是很有感情很有感情。都是他們講話的時候，把它試着寫下來。哇，古時候
也个韩国冇共用嘅阿公阿婆，貼黑到係阿婆吼，阿公冇買會做，除了阿婆會做，聽聽。其实跟我们客家人的来源其实也比较有关，比较是媳妇啊跟着婆婆啊来做伴。係啊，所以我們亞比下講，從細就好識辦呢。我覺得這個講的也好像是你自己哦。黑公爱阿婆也很像这样子，好示範。就會客家人嘅，对啊，這個有一個印記，好識買 Q 米啊，好識買嘅啊，好批買米西啊。我覺得這是記憶中有連接，你這個做安尼嘅吧，你有沒有找到一些好像一些記號，愛這個真人懂客家，會有這樣的感覺？其实我有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吃饭这个莫名其妙就会发现说，这好像有一些血缘上的来源可以追溯哦。真人可能不卡嘅口味哦，真人會影響到。嘅現場哈，大家有看到廖啥咧講法嘅時候，當初有乜嘅鹽啊進出哈，因為現場係嚟做牛溫水，我不看喺鋪為做辦嘅啲，我講我卡就冇做過牛溫水，我講我當為老闆人。先生就同大家教一下哈，現場所有朋友哋看節目，可能做在聽人線上時，有啲都有步驟，向下來走。好，首先係，我們直接用這個糯米粉，糯米粉，糯米粉，唔是這個是愛米，好讓你愛好嘞。然後呢，再來我們先放一些熱水哦。不用滾水，為什麼要放這個？燒燒嘅水，要熱水，要滾燙的熱水。滾燙的熱水，你係用原理哦。我們來做板媽。做板媽，板媽動重要，就是取決於你倆板走出來好些麼？是看你板媽走得又好麼？板媽會增加就是拌的粘性嘅口感，然後它咀嚼起來那個 Q 度都會入慣係嘅。哇，講到是客家版哈，所以這個手作的過程，包含你們線上也是有這樣的體驗課程呢。你在線上要教人家，你們之前有身體體驗啊，也係講業教大家都走啊。我線上有發展了一個材料包，就是有附給大家這些粉啊，有薑啊，然後有梧桐啊，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面用最簡單的方式用它來做伴。用它來做，是自家那人材料包，自家你不卡做，睇人線上的畫面當中，你自家你不卡做，而且我沒動神奇，這個是因應現在整個趨勢哈，因為疫情的關係。我講我像兩面係東風片，以後線上的線上開課，你是做在睇人用下來做哈。所以你倆板媽做好，其實這個接下來這個加到要造的糯米粉是開始來切板的。有水嗎？好，我加到水。那你線上通識點來做哈，等下下半大家來感受，因為你下技術來切板就是要比較冷的水，是不是？好，你準備一下，到咗喺節目當中技術突然大家來切板，好冇？你唔好差，準備好去洗手了，材料準備好。向下來做牛溫水了。大家轉到福氣來咧，唔啲所有朋友你嘅材料準備好嗎？你繼續來做了牛溫水了，分享進步你該係種習慣嘅藝術家，你學習藝術家，用住我線上的節目現場來繼續來做好些牛溫水。先生，家下做到一半啦，好，一下你該辦馬做好嘅哈，你講辦車做好，一粒一粒哈，三下人講牛溫水嘅動從嘢喂辦呢。同我傾一隻講係嘛？係啊，牛溫水有講入銅器入銅器有，所以它這樣子揉了半圓以後，輕輕的壓一下，伸出你的大拇指，有一個洞，按一個洞，入銅用就做得咧。好，本期冰到水度，我來煮咯，好，等佢泡起來就好嘅，就做得咧。所以不用下去煮，等佢泡起來，是做得開始跳舞，開始是，其實好我細細時間，你是講好食7吧？
食起嘅。七八有人講食甜嘅，有人咪好混頭肉、控肉湯，我是講加湯水，呢是綠湯匙啦，要混水，所以根本嘅你現場來做，等一下我聽出來食一粒。來品嘗一下現場做該種嘅冇強嘅美食，所以金愛先生，你自家啲要不要展覽吼？你自家藝術家來做安尼你嘅作品，唔過你自家咪係受訪者哦，係同人阿婆共下來做下人嘅樣片係嗎？通過這一次的展覽，然後我也同樣是另外一個藝術家的受訪者，然後透過他跟我阿婆的訪問，我才發現，我阿婆他原本是講海陸腔，可是原來他在家裡都講四縣腔，所以我不知道說，哦，原本他原生家庭是講海陸，那他兩種腔都會，這是我對我阿婆有另外一層的發現。哇，那你有沒有砥礪自己？你呀會不會講四縣腔哈？從四縣腔飲咗咧，海陸腔咪加油哦。海陸聽起來好像又更軟。我覺得好像很甜，對。所以一年哈結合你的想法哈，你係哪一種新鮮的方式？我覺得好好玩哦。所以透過呢一擺展覽哈，你學到咁多東西，你咪看到客家嘅美食，其實對都市很係技術來發展哈。你講到食啲甜甜嘅東西 ，Rita 今日要教你一句客家話，好。聽你嗌腔下嚟唱嗬，腔下嚟講，我用錯咩做的？佢講殺媽咪，軟捏捏，殺媽咪，軟捏捏，乜嘅意思你知嗎？殺媽係舌頭，係殺媽，軟應該是就是軟軟，對，軟捏捏。佢嘅意思係講殺媽軟軟綿綿嗬，就會形容講，亞嘅你韓文講法，嘴巴很甜的意思，因為我們要。你有適量有溫水，我們就是要把甜甜吃入口嘛。有時候我們好像跟人相處也需要嘴巴甜甜的，嘴甜。故所要好嘅一句話，殺媽咪，軟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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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的話，對不對？當生詞哦，大家要學會你嘛。如果根本你未學到呢一句，我就哇，當甜嘅味哈。等一下幫你兩有溫水哦。所以要不然，曾凱先生，你在做這個甜調，其實有一系列，你跟陳楠的媽媽嘿，有懂得連接，他們記得會走買班，所以這一次也是讓你真正開始更多來學客家話，係嗎？嘿啊，然後他們有跟我分享一件事，就是在大約在30幾年前，他們剛搬來台北，在汀州路一帶，他的小孩去跟鄰居打招呼，都是用客話啊，真嘅呢，真嘅啊，很好哦。對啊，所以對於城市的發展，過了10幾年、20年到現在，我們其實在台北街頭很少聽到客話，然後我對於這種發展，其實會覺得蠻意外的。那如果大家有興趣，也空下來學客話，也是蠻有趣。我們希望做這樣子的一些呼籲跟推廣。錯，真是因為透過學的東西，透過示範，你會發覺，原來我們自己的文化離我們其實是很近的了。是啊，而且很有趣味哈。除了了白走了展覽，我覺得智雅老師你是很勇於嘗試，你還曾經在馬祖駐村過，該很勇辦一家給吧？馬祖的駐村計劃就是透過跟居民們的聊天，那我也是從食物入手，我也是會問他們說，你們日常習慣做什麼樣的食物？那他們就是教我做拱麵，拱麵是棍子的棍，然後麵是麵，其實就是手做的麵啊。可是每一家人做的拱麵放的料不一樣，可能看他家今天冰箱裡面有什麼，有可能今天剛釣上來的帶魚，或者是那個時節我去的時候是很多的番瓜，所以他們就會說，這拱麵的料你可以放番瓜，放豬肉罐頭啊，放帶魚啊，就是一起來做麵。所以我也是透過做拱麵的這樣子的訪談，然後去跟他們的人拉近一些距離。好好玩哦，他們是麵食文化，也反映他們居住的環境，可能有什麼吃什麼。那魚類海鮮可能就是常常看到的。對啊，懂神奇哈。提供一下線上起身呢，還有給吧，因為之前你是線上做教學嘛。那現在希不希望繼續可以跟大家實體見面？好像很多人回饋說，我好喜歡做這樣子，很希望可以更多的來學習。
因为透过线上，我原本是让城南妈妈们录一段影片，用影片教他们。那我会希望这个计划可以就是告诉更多人说做伴很简单，然后大家可以用它来做伴。那之后有机会的话，会希望就是有线上面对面，当然如果可以的话，疫情比较稳定，线下面对面，然后我希望再做一些这样子的教学。然后如果有其他的伴A的做法，那也希望大家能跟我多分享，先教我，然后再透过我的绘画，透过我的作品，再传达或散播给更多的人。嘿呢，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画下来，画下来，韩国做一做食谱。嘿啊，哇，好讲到食谱啊，当然会是按牛温水煮好了，哎，可以捞了，对不对，老师？嘿啊，哎，大家看哈，你拌哈，出门按用是煮熟来，其实会破起来，破起来，是做得了给溜起来，哇，好可爱，很等一下哦。你一次可以吃几个？吃几道料？来哦，你好做你有好生嘛？以为你讲你好做就唔好生，你好做没好生。那你是很有口福的人哎，系冇？系哦。哎，客家嘅饭咧吼，哎呦哎，好食就讲佢嘅米啊，韩国佢嘅天香啊，吼，哎你啲甜嘅东西，你讲你通水，你通教水加到姜嘛，啊烏湯，係做嘅通教嘅感覺，哇，看起來是冬香冬天，韓國嘅家底嘛嘅。剔透哦，剔透，一直吞口水的感觉哈，嘎都有剔透，长得好细。所以老师，你未来计划还是不断收集美食，系吗？来计划，希望拌呢还有很多种拌呢，很会同客家拌的，全部周锵锵。现在才学了3种，牛温水、捏拌跟反瓜拌，还有很多啊，就是韩国北部客家水拌，好啊。北部客家同南部客家嘅客家美食有冇相樣？你真嘅做得蠻難一起。跟你熟悉一點美食，你會繼續用你喜歡的教材，把它畫出來，夠用呀下胎絲書法，同佢記錄好了，就會變成很有溫度的食譜安尼。唔過睇下我講，我有當到好東西，有客家嘅美食，我想要提供俾你，我要怎麼聯絡到你？我要請你呢？欢迎大家上脸书搜寻永姿啊，永姿会发现我一个脸书专业。如果大家就是可以跟我分享一些做伴的计划，然后可以联系我，然后我再就是向您请教，然后画成食谱散播给大家。哇，非常期待！佢今日牛温水有寫書嚟做，咁真件做得食，做得食。做得呀，先生要試一下冇？啊，厲害嗎？好，給試一下俾人看啊哈！導演 Rita 咪來試一下，你看到牛温水其實吃的時候好像也有訣竅，對不對？因為給凍哦，就是要把味道就放進去，係嘛？哦，你看先生，啊你是，好食冇？當好吃。都好食，自家做嘅美食就一定好食咧。今日透過也展覽，然後本客家認識到台北、上南嘅客家人生活模都喺變遷，也一個也好美食，還係聊天呀嗬。歡迎大家繼續來看展覽，韓國來 follow 子雅先生佢愛用佢自家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客家味哦。今日再次感謝子雅先生，感謝你，感謝。希望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有感受到客家好味道麼？想愛做麼？想愛食麼？就得聽人節目繼續來做啊！希望大家今日收看，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人先生來做認同了。希望大家長得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